这么一号，失敬啊，失敬了，小子们，打！上！哎，我的妈呀！哎，好小子，你等着我，等着！大姐还我
抵债，此乃天经地义之事。你呀，少管闲事。拿过欠你的钱粮吧。糟老头子，你不想活了吧你？薛梅亭出来打话来了。有的，刚才少爷我是赤手空拳，这会儿我可有了这个了。小的们，给我抢！好。我去你的！哎呀！哎，坐好！哎，坐上我！赵家！你撒手！哎呦我！死了！你呀，你等着吧你！哎呀，公子啊，如今你祸事闯大，还是逃我走了吧？哎姑，哎呀！俺若逃走，岂不连累老本？大丈夫敢做敢当，待俺自首公堂。就是他锁了。爷们，此事乃是我一人所为，与老丈夫干。好，如此，请公子委屈一时，坐。你等，押解公子暂回府衙，待我去到尚书府禀报高明夫人知道。哎。
尚书之子无毒被人打死了。正是，还正是的。吴公子被人打死，你可曾禀报诰命夫人知道？也曾禀报诰命夫人，诰命夫人是稍时就到。哦，杨夫人她稍时就到。杨夫人呐，得，杨夫人到，出营出营。是，大人出营。夫人，哦，卑职西安府知府吴进参见诰命夫人。吴知府，你做的好官。卑职我是个好官呐、你身为知府，不修吏治，狂徒陈兄，我儿丧命，你好在哪里？你好在哪里？我好，夫人，我好在我儿我能改呀。若不严惩凶犯，小心你的官能带。哦，是，夫人暂息雷霆之怒，似这等目无法纪之徒，卑职定当严惩。稍时将他带上堂来，问个明白，定与公子报仇。凶犯罪迹昭彰，你还审他何来？问他做甚呐？夫人之见让啊，他立兵上是，夫人既然如此，稍时将那凶犯带上堂来，一棍两棍报相两事，就说他抗共拒审务必帐下，梁上司也不敢追根穷究。夫人您看
小
亲待故。沾亲带故，何足为奇？世上谁无瓜葛？只怕难以进关吧。是啊，远亲近邻多的是，认也认不完呐。只怕不那么简单。哦，听你之言，那薛梅婷莫非姓李么？明知故问，李相国难道姓薛？不可理。若要此事作罢，除非一件。哪一件？他是相国之子。不是公子也与公子差不多啊。他是那到底是谁呀？他是谁呀？你快说呀！哎，是，来呀！吩咐家去东街大乡将薛来条。知府，你当真要打？真要打！你果然要打？果然要打！你可知道他是？说呀，下用你倒是给我。好，姑爷。是姑爷，是姑爷，是姑爷。两难小贱人分明是心口自狂，养父千金并无夫婿，休信谎言。我家小姐确有不言，绝非虚假。老命夫人
来个地儿啊！深藏在相伯小姐跟前儿，还从来没尝过海茶的滋味。今日承蒙上书夫人呀，我倒要领教领教。喏，你看，不能拿，你拿，你拿，别打！大人别打！大人别打呀！公堂之上开了战，急忙下位来相劝，劝呐！老夫人，老夫人。哪里是吏部尚书丞相府，分明是两座大山压在当前。回头便把王喜还王喜呀！哎呀，你看呐，这个，大人啊，这薛梅亭要真是相府东床，您还挑他啊，不错，有理呀！薛公子若真是相府东床，我还怕他？不敢。做官的哪个不想往高攀？夫人暂请回府转。你当真要袒护这杀人的凶犯顾沉默？夫人，人命关天，怎敢偏袒？只是此事涉及累老丞相，下官不得不谨慎。夫人保重啊！好，提防吏部把你关至回府。宋夫人，春草姑娘，你看此案本府我办的可妥当否啊？多谢大人主持公道。春草替小姐道谢了。岂敢！如今杨妃已去，就该讲薛公子我们姑爷当堂释放，我也好向小姐复令啊。春草姑娘是让我把凶犯，姑爷当堂释放。薛公子若真是相府东床，我岂止当堂释放，我还要当面赔礼呢。只是就凭你这三言两语的，不信你就再问呐。不错，我原是要问的。那你就问呗。我问谁呀？问我呀。问你？不，我要去问小姐。烦劳春草姑娘与我同行。小姐不见。若为别事可以不见，为了姑爷焉能不见呐？春草啊，我不敢。若为别事可以不敢，为了姑爷有何不敢？胡大人你这么支支吾吾的，莫非姑爷是假不成？嘿，别的有假，姑爷还有什么假的不成？既然如此，春草姑娘就请辛苦一趟吧。咱们走啊！走啊！走！交往西北大将牙尖子随我来。
轿夫们，哦，开门抬灯，等着他，哦。随号吧。哦，让我在前头走。是啊是啊，你可别嫌我们啊。不嫌不嫌。轿夫们，哦，抬起来，哦。哎，我说轿夫们啊，看春草姑娘愣得是想过事业，走起道来扭扭捏捏，多好看呐啊！可是吗？轿夫们啊，慢着点，哦，慢着点，春草姑娘，你怎么歇起来了？可真是啊！吃肉的不知道养猪的艰难，不教的哪晓得走路的幸福。哎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老爷我也给摔出来了。哎，这个轿子我也不坐了，我和你一同走路，你看可好啊？那你愿意走你就走呗。啊，胡大人，你。金簪又不
春草姑娘，咱们那个走吧。要走啊，你们走吧，我得歇歇。你还要歇多久啊？多则一天，少则半夜。你不成这个老要往这儿捣乱吗？这。有了，春草姑娘，你来看这顶轿子不是在这儿空着吗？不如你上的轿去，把你抬到相府，你看可好啊？不行，我不坐。为什么不坐呢？谁不知道这顶轿子是你知府大人所坐？我一个小丫鬟坐在里面，若被别人看见，都当我是个假的，岂不被人笑话？无妨，春草姑娘，只要把这轿帘一放，坐在里边，嘿，稳稳当当，你这个小丫鬟就变成个大老爷，行人百姓也就被你蒙过去了。只要把轿帘一放，我这个小丫鬟就变成个大老爷，对，行人们就被我蒙过去了。是啊。要是到了相府，把香帘一放，让丫头扮成个小姐，不是把她也给蒙过去了吗？你要蒙谁呀？我要坐着轿子进府，蒙小姐呀。蒙小姐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春草姑娘，请上轿吧。如此胡知府在。伺候了。心
西安府知府胡进告急。只见地来，我不见个天。为知西安府知府胡进拜见小姐。免了吧。是。知道到我们府上来，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吗？这位小姐怎么这么嘻嘻哈哈的呀？是啊，启禀小姐，下官有一事不明，特来求教，望小姐一时相告。是，只因吴公子打死民女张玉莲，有一尸身薛梅婷入见。对了，那薛梅婷千真万确是我们李府的姑娘小姐。小姐，我早就选上她了，你赶快回去把她放了便罢。如若不然，我们写信告诉老师也啊！哎呀，我看见了。但大胡知府竟敢在小姐面前一个劲儿偷瞧，成何体统？相连之内分明不是小姐。你凭什么说她不是小姐？腾天换日放相连，不是小姐是丫鬟。几声傻笑难遮掩，狗尾巴花充牡丹。好了，为府官场老手，办事认真。如若不然，岂不得罪无府？待我立刻回衙门，把薛梅婷依法治罪，立定帐下依法治罪，立定帐下。小姐说话了，莫非又是个假的？真假你都分不出来。夫尊大人请转。夫尊大人请。不错，是小姐。呀！卑职西安府知府胡进拜见小姐。不必多礼，求话以胡大人看坐。下坐。胡大人，小姐，为父来意，我已亲知。想那学生痴情妇弱，是手伤人，大人切勿屈从无父，徇私枉断。下官怎敢徇私枉断？只因官地之小，杨夫人心灵负压，下官不得不自转儿。那无上书，纵自行凶，朝野自有公论。大人上尊国法，下体民情，不惧之也。这个小姐力不权衡，天下不关，区区太守哪在话下？薛公子若非相府东窗，只怕下官也否能为力呀。因此冒昧进府拜见小姐，但得一言为证，下官自当等因奉此心照不宣。胡大人，春草姑娘，你好不知进退。怎么？小姐出面，真相已明，你干嘛还死乞白咧的问个没完呐？呀，春草姑娘，下官若不得小姐明言，岂是那高明夫人的对手啊？婚姻之事已在公堂讲明，如今只需点头示意，点头何必当面这应验呐？这大人，小姐，论曹之言。
然能替相府小姐办成一件大事，从今以后不但前程无虑，而且升官有望了。哎，春草姑娘，此事多亏你了啊！侯大人，哎，小姐是真的，千真万确，过言呐，万确千真。那杨夫人呐，不在话下。薛公子呢？还不赶快放出来？一定放，一定放，一定。哎呀，不妥！适才杨夫人一怒而去，必然修饰报御上书真的。倘若吏部公文到来提解凶犯，那时薛姑爷一走，将我如何地交代呀？也就说，小姐有命。春草姑娘，实不相瞒，相府小姐只能下到那诰命夫人这吏部天官们。哎，有了吏部天官专怕当朝首相，待我就是报与老相爷这样道。求得请陛示下，那是我天不怕地不怕，什么都不怕，不怕不怕，我不怕。糟糕，春草，还不依我转来？哎，来了，你可曾听见？听见了，我是常大，看你是怎样开销。嗨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俗话说得好，丑媳妇儿难免见公婆。所幸过五关斩六将，咱们一同进京，在老相爷那儿抢他个原告。爹爹怪罪，哪还了得？嗨，老相爷平日喜欢的是您，何况还有我这个军师保驾。要去你去，我不去。小姐，您在知府跟前儿连姑爷都认了，如今呐是骑着老虎背儿上得去下不来了，干脆一竿子打到底，说不定还能弄假成真呐！给小姐道喜了。送坏丫头，傻丫头，不傻。
其相爷先父知府何进差人求见。王守备觐见呐！奉命呈书简，相府好威严，未见相爷面。相爷脸色不好啊，你多加小心。是，叫人心胆寒。卑职先府守备给王喜给老相爷叩头。多谢老相爷。到此何事？卑职奉胡府台之命前来与老相爷贺喜。老夫何喜之有？胡府台言道，老相爷有万千之喜。休得啰嗦！快！贵婿薛梅亭，什么？胡府台还有书信一封，相爷请看。上来。是。万相，伺候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听差官之言，此事不佳，待我出事一观。胡进顿首拜相尊，春风送喜表寸心。学生无上上识字，轩然大波东西情。卑职仰慕成龙客，宁愿获罪杨夫人。假期何日听时下，请送贵婿进都城，请送贵婿进都城衙门。长大之君马回京，鸟公报信家当人，最可恨小春草乱大事。
在一旁坐下。无所。春草靠头。且过。谢相爷。老相爷，老没见啊，您的胡子可又长了。顽皮，顽皮。还不下去？下去就下去。儿啊，到此何事啊？女儿思念爹爹，哦何来问啊？母儿倒也孝顺。可不是嘛，我们小姐在家里白天不住口的惦记您，晚上烧夜香，求老天爷保佑您。如今又千里迢迢的来看望您，这么好的小姐，您可真该好好的疼爱她呀。你这个丫头，怎么晓得老夫不疼爱她呢？疼爱倒是疼爱，就怕到了紧要关头，您就该变脸了。早就晓得你这个丫头是个诸葛亮，因为辅佐小姐心病不正，怎么今日是要舌战群儒么？我们不敢舌战群儒，是小姐受人欺负，我们是来告状的。啊！何人如此大胆，竟敢欺辱你家小姐？就是那吴尚书之子吴笃。那无毒不是被薛梅婷打死了吗？哟，您全都知道了。若要人不知，是非即莫为。春草，我来问你，那薛梅婷与我李府有什么瓜葛？这个，哦，嗨，要说有瓜葛吧，又没有瓜葛；要说没有瓜葛吧，还真有点儿瓜葛。他是你小姐的什么人？他是我们小姐的大恩人呐。哎呀呀，你这个丫头，好聪明呢、春草不敢。你好乖巧嘛。老相爷您可讲好啊。大胆！爹爹，春草之言，句句是情。薛梅婷将无毒打死，奸辟公堂诛心，你当为父不正吗？既然您全都知道了，那我们就好说话了。老相爷，您可知道那薛梅婷为什么要打死无毒吗？这个老相爷，您还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那
常熟悉也就罢了，为何不顾相夫家身，旁人耻笑，公堂擅自认许？你该当何罪？只因那杨夫人依仗内部势力，定要将薛公子累毙帐下，势在危急，万不得已才让公堂认下的。玉儿闻知杨夫人要将公子活活打死，万般无奈，才叫春草公堂认下的。可恼！我儿今朝为夫婿，反成尊养夫人呐，羞耻儿子不自问，怎叫为父不从心？不要哭了，起来，起来。是。
谢相爷。儿啊，待为父修饰一封与那西安府，替那薛梅婷讲上几句好话，也就是了吧。哎呀，真的？哪个哄你？哎呦，那可好了！你的修饰，哦，女儿默默可好？不用，后面写信去吧。是，老相爷写信，我给您捧唁，行吗？砚台就在石案之上，何用你捧？下去，快走。是了，小姐，咱们走吧。小姐，这封信怕是有毛病，咱们呐，赶快商量商量去吧。王守备，只有实信一封，命你少与吴知府，叫他照实行事，不得有。是。原来大。此信事关机密，不可被旁人看见，不然大事儿的狗腿。卑职不敢，卑职不敢。去至前面领取纹银20两，以为盘费，去吧。多谢老相爷。哎呦，王守备，是你呀！春草啊，你也来了啊？我当我来了，我们小姐也来了。哦，小姐也来了你是来下书的，啊？是啊。如今又带着信又回去了。哎，你怎么都知道啊？哟，这信上面写的都是我们小姐的事情啊，我怎么能不知道呢？哦，如此说来是喜事喽？当然了，既是喜事，老相爷干嘛老这么冷冰冰的呢？嗨，俗话说得好，宰相肚子里能撑船，相爷喜在心里，哪能笑在脸上啊？对，我听人说这个刘备嘛，就是喜怒不形于色，这些帝王将相都是这等的度量啊。哎，王守备，信呢？在这里，拿出来，让我们小姐看看，让她也高兴啊！那可不成。刚才老相爷说了，书信若被旁人观看，要打折我的狗腿。啊，那算了啊！哎，相爷给你盘缠了吗？赏银20两。真小气！不少。哎，你什么时候走啊？老相爷吩咐立刻动身。怎么，你这就走了？哎，你等等啊，我去问问小姐有什么事情。我去问。哎，有事替小姐办事，没事我替你讨个赏，不也好吗？啊，讨赏。好。这么着，我先到账房领盘缠去，然后咱们再这个。花园能成的我。
画壁，白玉器雕栏，富丽堂皇，世间少有啊！是啊，这幅玉柳乃是当今万岁爷赐给我们老相国，但以国家大事之处，楼上遇刺宝物甚多，并有朝廷制告，机密公文啊，有人擅入此楼，一律斩首。既有此令，你怎么早不说？你这……哎，王少尉，你别怕，今儿老相爷不会上这儿来，就是来了，有小姐担待也不要紧的。心里想不是闹玩小姐，王少尉来了，参见小姐，有何吩咐？听令。记下了，这怎么着？小姐怎么？哎，王少尉，你别怕，你来看，这儿有纹银100两啊，是我们小姐送给你做路费的。哎呀，小姐真大方，真大方。大不了什么，小姐还托你办事呢。理当效劳，理当效劳。这儿有一个招文袋里面有一封书信，半尽人事。书信交给相府管家，人事是交给老乳娘的。好。哎啊，小姐的千金家书你可带好了。不要紧，就与相爷的书信一起，贴身带好，万无一失。哟，你好糊涂啊！怎么了？那么热的天儿啊，书信贴身带好，丢倒是丢不了，可是一出汗呐，全都湿透了。一出汗全湿透了，你这可怎么办？哎，依我想啊，倒不如把2封书信都放在这招文袋里，就挂在身上，人不离袋，袋不离人，岂不是万无一失吗？好主意，好主意，拿出来，拿出来，哎，拿出来，放在里边儿。哎啊，别忙，小姐还送你们东西了呢。小姐还送东西了呢。这件皮袍是上等的好貂皮，送给胡大人，酬谢他这次的功劳。好，我先替胡大人谢赏。拿着啊！哎，这匹绫罗是朝廷里的珍品，送给胡奶奶做件袄子穿。好，我再替胡奶奶谢赏。拿着，还有这2瓶好酒啊，是多年的老绍兴了，带回去分给衙门里的同事让大伙儿喝个痛快。对，叫大家都喝个痛快。拿着啊！还有，这盒蜜饯是京城有名的特产，带回去分给胡府和倪府的小公子、小千金的。好，谢赏。拿着。让我想想还有什么？你想想。哟，你瞧，差点给忘了，这儿还有一面大号上等的菱花镜是我们小姐送给你。你的那个他是谁呀？哎呀，连他你都忘了？那谁呀？就是尊夫人呐！小姐想的太周到了。你还拿得了吗？这么多东西，我拿得了。等大爷下家，用钱换着挂。今日里头夫妻保我再还家。为什么小姐嫌贵？相爷他叫人害怕。
过来吧。我叫你去。我的招待呢？快来不及了。去啊！小姐请看，来世一副一重重，臣道虽深当世修，莫呀人传是魔须，老夫不许他沉沦。首府京都来临上，身官御宴好朝贡，案情重大须明决，休在一位两可中。爹爹，你好狠的三场。小姐，我把他给烧了吧。不可，时岁稍回，那王守备怎样交差？那能不能再重写一封啊？手笔不同，有无爹爹印章？是不的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这可怎么好啊？哎，小姐，能不能改一改呀？哎，我看看，您看看。莫呀人传是魔须，老夫不许他沉沦。不许，不许。我倒想起来了，昔日徐茂公曾于黎民社书之中，不设那老的不字，改为本字，把不字改成本字。哎，改得好，改得好。还有一句呢。哪一句呀？首府京都来临上。首府京都来临上。首是脑袋。交互之父把公子的脑袋送到京城，哎呦，这可怎么得了啊？哎呀，哦，有了，西安乃陕西首府，那胡知府乃义府之首，将这府字加上三笔，就成了一个府字。首府京都来临上，公子的脑袋保住了，快去别过来。是了。一切看来，来书一副一重重，称道学生当世雄，漫牙人传是我婿，老夫本许他乘龙。首府京都来临上，升官御宴好朝贡，案情重大须明决，休在一为两可中。公子有酒了，小姐，姑爷也认准了。陈大姑娘，老相爷走了吗？走了，我走了。好险呐！我也该走了，我也该走了。哎，王守备别忙，啊回去告诉胡大人啊，好好的照看我们姑爷，别那么小里小气的。我们老相爷可是最讲究排场的。哦，老相爷讲排场，我记住了，我记住了，记住了，老相爷讲排场。哎呀，我记住了。你这个要命的赵文代。
正子率领文武官员前来送行，还有大批的礼物奉上。快快相请，快快相请！站着，去也服侍，官场莫戏，礼物此去一概免了见。辞掉，辞掉！我可当初不肯出力，这会儿何必来买人情？真是岂有此理！真是。启禀大人，各位官员是连城得罪，将礼物飞马送往京城去了。怎么着，倒被他们抢先了？说的是呢，抢吧，抢吧！看你们谁抢得过我这大大的头功。春草也曾对王熙演讲，说老相爷喜欢的是讲究。今日之事定然轰动全国，岂不正合老相爷之意吗？不错，有礼王喜，快到相府报信罪了。兵我开衙道。今日同有个正见，朝野具有共成贤，干净无业，商人的民着之物，往哪不看？这样敲锣打鼓，要将凶犯送到哪里？得了呗！什么凶犯，滚须上京！好，我正要同你们一同到吏部大堂走一遭。老夫人要到吏部大堂，下官却要拜访老相爷的私邸呢。只怕你去不得。什么去不得？这会儿你把眼睛睁着大着点儿，耳朵伸着长着点儿，瞧我此去一日3声。我儿一案怎样了断？一子打死民女张玉莲，按律抵偿，事情就是这样了结了，你还要我怎样定案呢？倒也轻松，你来看。这有吏部文书，要你与凶犯一同到大理寺受审，小心你的人头。吏部文书急如星火，好，你来呀看！我有金牌收了你的令箭，此乃老相爷亲笔手谕，就凭这张手谕，薛公子打死100条、1000条人命，通通不要抵偿。大胆！下官本来有胆，我是赵子龙，一身都是胆。寻情彼岸海天看，敢打一不是正线，敢有两官一招下，不别忘然。我是张旭，几条船满到绿花，就叫我与你别哪里到医院。赵夫爷冲头入了年，不仅登上了一层天，你总自心就把嘴宽面，老老实实，你站在一边，两夜无话可说左右，使劲吹打，大声喊叫。去不得！要死了！相爷手艺真便假，小姐过也假当真。哎，皇上妹妹来了。不但我来了，胡大人来了，姑爷也来了。姑爷也来了。啊哎，他在哪儿呢？姑爷一路策马缓行，观看风景。胡大人命我先到相府报喜。哎呦，这可怎么好啊？你说什么呢？我说这有多
已然轰动全国，就差万岁亲自回音了。怎么就差万岁亲自回音了？对了，哎，要是万岁亲自回音，我们老相爷可就更光彩了。对呀，要是万岁赐婚，不但老相爷光彩，小姐光彩，姑爷光彩，就连我都能沾点儿光彩。王守备，你想不想要这个光彩呀？那我怎么不想要啊？那呀，就赶快到徐太师那儿报信儿。哦只要太师一知道，万岁爷准知道。对呀，太师一知道，万岁爷就知道了。那我报信儿就我这儿的事儿了。有我听你说呀。你听我说，我报信儿去。好，快去，快去！十里包不住火，今天呐要揭盖子喽！春草啊，春草，小姐何日成婚呐？哟，我们哪知道呀？你还蒙我吗？哎，贺礼都送到了，真的？你瞧瞧啊！哎呀，赶快给小姐送上去啦！有请老相爷。我是齐相爷，今有京中13道御史协同各省文武官员，派人送来厚礼，与小姐贺婚来了。啊，岂有此理！你家小姐何曾订婚，一概辞退。是，传来。在。哎呀，听听，为何13省的官员同时来贺？事有蹊跷，家园来人不可怠慢，请至宾室待查。快去。是。春草快来！来了！参见老相爷。好了，春草，我来问你，西安府的事情，你可知道什么消息吗？春草不知。你家小姐可曾修饰于那西安府？哎呦，这是哪的事儿啊？相爷写信，小姐干嘛还修书啊？老相爷，您给西安府写信，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呀？好热闹，好热闹啊！哎，齐相爷，今有京中督察院、通政司、翰林院、詹事府、国子监的老爷们协同大理、太常、光禄洪武各司正卿，还有五军都督府的大人们，各为厚礼亲临相府，与小姐贺婚来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老相爷，您给小姐定亲了？哪有此事啊！你家小姐何曾订婚，一概当家。哎呦，这多不好听啊！家人回来，来人不可怠慢，速开中门，请列位大人花厅饮宴。稍时老夫亲自吃汤，见机施令此事，也就是了。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那员公啊，您没带问这消息，是打哪传来的呢？问过了，说是从西安府传过来的。是从西安府传来的呀！哎呀，快去，快去！把我都弄糊呀，涂了。这是什么缘故啊？哦，我倒明白了，准是小姐得连认亲之后，胡知府传扬出去，弄假成真了吧？啊？难道这姑爷竟是薛梅婷？
年选得陈龙家婿，你儿不选，叫我等手忙脚乱，来不及备办厚礼。你呀，你也太不应该了！太不应该了！列位大人，老夫军官素以节俭为重，今日之事嘛，本当草草xử理，也看京东太师与列位大人之好礼嘛，望其收回。哎，岂有此理！老夫已将此事奏明圣上。圣上龙颜大喜，说王公公备办厚礼，早时就到。王公公到了。圣旨下跪听宣读吧。万岁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新闻丞相择得家婿，振兴大悦。特赐黄金千两，美玉百双，玉树佳偶天成，并令即日成婚。旨意独报望召谢。公公，大人，咱家来迟了。哎，来的不迟。相爷呀，老相爷，哎呦！我说老相爷，公公，皇宫浩荡以至于此，不见三朝元老之心呐。是啊，请坐，请坐。我说列位大人呐，公公，依我今日前来贺婚，总得凑个热闹才是啊。团长公公，平日里你们办理的都是国家大事，今日嘛可要大材小用喽。有一公公，兵部的张大人，公公，你负责派人在个门前站岗放哨。得效了。这个工部的赵大人，公公，张灯结彩布置花堂。有一公公，这个礼部的谢大人呢？公公，谢大人啊，怎么溜边儿了？今儿个这兵枪就非您莫属了。有一公公，好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我说，老相爷，老相爷，公公，这儿呢，这儿呢，公公，快把令婿请了出来，给我们大家讲个理儿吧。是啊，俺今天口中接到房的后婚期，天公若能随人从空降下好女婿。齐相爷，胡知府求见。叫他进来。是有请胡知府。哎呀，这强府好热闹，列位大人都来了。哎，怎么单单缺少位吏部天官呢？哦，像是他没有连年前来，不要管他，带我进去。阿徐太师王公公，列位大人在上，卑职西安府知府胡进拜见。胡知府免礼。多谢各位大人。
老相爷，你来了，我来了，你送来了，我送来了。可是依照老夫实心之意送来的，那个自然下官焉敢违背老大人之意呀？可是此物不错，正是错误呀！老相爷，老相爷，不知府，你是怎样把他送进来的？他是大摇大摆走进来的。如此说来，他是完完整整的一国人，自然是完完整整，不但为首也良，而且长肉属金呐。老相爷，你吃醉了吗？喜酒们总是要吃的适可而止，下官我不曾醉呀。老夫的事情何在？事情啊，相爷请看。你做的好事，你做的好事啊！下面之事，下官焉敢不尽心吃力？一路之上，鞭炮声不断，锣鼓响连天，就是钦差大人也不过如此。老相爷，如今举国上下谁人不敬相爷选取京城内外，谁人不晓小姐成婚？不管结何间，当今话就此一声呢？这场功劳都亏我吧！你糊涂！胡知府，糊涂！一路之上，多亏他殷勤照应。胡知府，你会办事啊！聪明！哎呦，夸奖了我！你那我说你们瞧啊，老相爷得了个称心的女婿，他连乐都不会乐了。请坐。不知府，徐太师，你护送姑老爷进京，功劳不小。太师夸奖了。还不快将姑老爷请了出来！是，这就去请。哎呦，我的妈耶！有姑老爷，你这儿来不？听我跟您说啊，姑老爷，列位大人都来了。瞧见没有？那边站着白胡子老头，就是你的老丈干，赶紧的上前见个礼儿去。万圣宣媒厅参见列位大人。你婿，你怎么这般时候才来呀？咱这孩子来的不正是时候吗？列位大人，万圣宣媒厅在南县府报人。先去啊，来见我看事。列位大人，这婚姻之事。
宣了，来来，备太师公公，停吧！别去吧，快去快去快去！文草，快来！哎，来了来了！老乡爷，这回您不着急了吧？我打死你这个贱婢！弟弟休得动怒，此事与春草无干。哈哈，这回倒成了你的心意了。女儿只为搭救公子，才将事情修改。难道弟弟一元报德，袖手旁观不成么？老乡爷，如今文武百官俱来领宴，您可是进退两难啊！这个待女儿去之前提，请各位大人评比。呀，万万不可速成婚礼，日若不然，为父有欺君之罪呀！弟弟之事，女儿不管。啊，女儿不管。好，好，春草。小姐不管，我也不管。哎，走了啊！生命花花亲自婚，就是家庭也是真。想你成存活计，为父只怕最亲君。小春草修得有调皮过身，这回是你是难不过，你只空我儿他答应了啊！小姐答应了，我也那关可难过呢。哎呀，是啊，他若不允，如何是好啊？刚才我到花厅，已经偷偷的跟姑爷说了。讲些什么？我说老夫不许他宠母。哎呀，糟了啊！他说看在小姐的情谊，怎样？答应了。哎呀！我这姑爷人品之中文武双全，老夫膝下有靠倚呀！老乡爷，您先别高兴了，姑爷答应倒是答应了，只是有一件，哪一件？就是不能招赘相府。确实为何？怕的是首富京都来领赏啊！他若不允，我就要啊！您要怎么样呢？我有没有办法呀？请小爷传话。好，吩咐张灯结彩，招亲不要，上堂观礼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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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趁龙家婿，日追相夫，只顾半子之劳，那多亏我吧？呸！狗官